1000級樓梯啊，上五女山啊而家。哇！行咗17層樓高，仲有幾十級。上到呢度仲有少少，上到頂17層樓。上到嚟山頂睇下點，哦，好似韓國㗎嗰啲屋。好，繼續行五女山17層樓行咗20分鐘，即係行得好快啊！因為我遲起步，唔知行唔行。哦，嚟到雲海松濤。哦，最盡後25分鐘，1000級樓梯上到嚟。我大啲先，好似日本。好啦，唔影啦。